好，快答！中秋火龍呢，佢係由咩組成啊？佢呢其實係由呢一個長壽香，寓意呢就係長壽同埋吉祥。咁佢係分開32節嚟做，用米仔草或者係珍珠草，用麻繩綁成嘅。咁嗰兩粒龍珠係咩組成？係咩生果？係碌柚。碌柚就圍啲鐵線，再喺上面插滿長壽香。另外，想問下啲牙係咩組成？牙係用鋁片，眼睛呢就係兩個嘅電筒，兩個嘅龍鬚上面有指紮，亦都有綁呢個紅絲帶。呢一條龍栩栩如生，嚟自1880年，因為呢一個嘅瘟疫啊，咁呢就菩薩啦，就顯靈啊，話俾佢聽，喂，你舞完龍呢，就可以平息呢場瘟疫。於是呢，真係喎，所以呢就源自至今啦。大蝦舞火龍啊，有165年嘅時間啦，每年都係中秋節左右，前後呢就3日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早啲去報名啊，喺街坊福利會報名。係啦，咁呢喺後面我都會有個圖俾你睇睇，係嚟自呢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嘅圖片，影一影嗰個碌柚龍珠俾你望，